樓市持續整固，銀主趁機劈價去貨。將軍澳翠林村一伙開放式戶，該單位由恒生銀行接管，原叫價為205萬元，居二市場。銀主經過長達1年半的放售後，最終以大幅低於原叫價的價格128萬元成交，降價77萬元，降幅約37.6%，尺價為3360元。世紀21物業分行經理魏士良表示，上述成交單位為翠林村輝林樓高層14室，實用面積381平方尺，採開放式間隔，可享開揚山景。單位以128萬元在居二市場成交。代理透露，該單位自去年1月起由恒生銀行以205萬元在居二市場放售，期間因應市場變化，叫價多次下調至133萬元，最終由區外綠表買家以128萬元購入，降價77萬元或約37.6%，成交尺價為3360元。翻查資料，單位原業主本身於2007年5月以16.93萬元未補地價購入物業至今，現慘淪為銀主盤，單位期間大幅升值逾6.5倍。